雅各叫了伊诶后生来讲，恁拢来自集，我好甲恁日后必拄着诶事讲互恁。雅各诶后生，恁爱自集，耳听，爱听恁老爸以色列诶话。流便啊，你是我诶种子，是我力量强壮诶时阵生的，本当大有尊荣、管理、超长。但你放纵情欲，滚沸如水，必不得其首位，因为你想了恁老爸的床，污秽了我的榻。西缅甲利未是兄弟，因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。我的灵啊，毋通甲因同谋；我的心啊，毋通甲因联络，因为因趁怒杀害人命，任意砍断牛腿大筋。因的怒气暴烈可咒诅，因的愤恨残忍可咒诅。我要互因分居伫雅各厝内，散住伫以色列的中。犹大啊，你兄弟因必学罗你，你手必定掉收得的阿妈棍，恁老爸的后生必向你下拜。犹大是一个细只狮仔，我囝啊，你掠了食便上去，你屈落身躯拍如公狮，蹲如母狮，谁敢掠你？鬼不离犹大，重必不离伊的两骹之间，直等细落来，到万民拢必归顺。犹大甲小女生伫葡萄树顶，甲女婿生伫美好的葡萄树顶，伊伫葡萄树中洗了衣服，伫葡萄汁中洗了挂袍。伊的目睭必因酒红润，伊的牙齿必因冷白光。西布伦必住伫海口，必成为停存的海口，伊的境界必沿甲西顿。以撒家是一个强壮的驴，伏伫羊圈之中，伊以安静为家，以肥地为米，便加紧肥重，成为服苦的仆人。但必判断伊的面，做以色列支派之一。但必做道上的蛇，路中的鬼，加上马蹄，互骑马的坠落伫后。耶和华，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。迦得必被敌军追逼，伊却要追逼因的脚后跟。亚瑟之地必出卑鄙的粮食，却出君王的美味。拉弗他尼是被偷放的母鹿，伊出加美的言语。约瑟是做结果子的树枝，是泉边做结果子的树枝。伊的枝条探出墙外，弓箭手将伊苦害，向伊射箭，逼迫伊。但伊的弓犹原坚硬，伊的手健壮敏捷。这是因以色列的牧者，以色列的磐石，就是雅各的大能者。你老爸上帝必帮衬你，迄全能者必将天顶所有的福、地里所藏的福，以及生产乳羊的福，拢赐予你。你老爸所祝的福，胜过我祖先所祝的福，如永世的山岭，直至的境界。这个福必临到伫约瑟的头顶，临到迄甲兄弟无共之人的头顶。便雅悯是一个
猎掠的人早起要食伊所掠的，暗时也要分伊所夺的。这一切是以色列的12个支派，这也是因的老爸对因所讲的话，为因所祝的福，拢是按照各人的福，分为因祝福。伊阁吩咐因讲：我将要归到我列祖迄边，恁爱将我葬伫何人以弗伦田里的洞内，甲我做我爸伫一位，就是伫迦南地万里前麦比拉田里的洞。迄个洞甲田是亚伯拉罕向何人以弗伦买的为业做墓地的。因就伫遐里种了亚伯拉罕甲伊的某撒拉，阁伫遐里种了以撒甲伊的牵手利百加。我也伫遐里种了利亚。迄块田甲田里的洞，原是向何人买的。雅各吩咐众囝已经完毕，就甲骹收伫床顶，气绝而死，归到列祖迄边去了。